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3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以色列13要求调伫咧加沙北部地区上百万的居民，因的24点钟内就要向南部撤离。外界认为讲有可能要拍入去这个地区。台北加有受行人争取伫咧加投票，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裁准加处分伫官司结束之前，来台北加。以色列攻击加沙地区连续6天了后，13要求调伫咧北部地区上百万的居民24点钟内就要向南部撤离。外界认为讲有可能是要拍入去这个地区啊。那哈马斯是对全世界穆斯林发布世界圣战日的号召，犹太人真侪纽约市警方是唔敢大意，伫真条较侪所在也拢加派警力加减来准备。以色列军方13对加沙地区民众下达疏散的命令，要求因在24小时内向南部来撤离，若无效果是爱家己来负责。עזה לא תיראה אותו הדבר. אנחנו נגיע למצב בו מי שהנהיג את עזה יוכה קשה, נפרק אותו. ומי שיישאר שם יבין היטב שדבר כזה לא עושים למדינת ישראל. 设伫加沙联合国领导援助团体讲，100多人要伫这么短时间内清空，根本是无可能的任务。哈马斯政治甲国际关系负责人纳伊姆的回应是：这种只有2个选择，一个是拍败一场攻击的行动，也是死伫家己的厝内底。纳伊姆讲：阮袂离开，绝对袂重演nak巴灾难日的历史，也就是1948年加远予犹太人占领悲剧。The operation targeted only Israeli military bases and compounds that were suffocating the people of Gaza for more than 17 years. 纳伊姆上来表示，要终结外地的露天加价的日子，外加有自由、有尊严。对部分西方媒体无经过查证，引用以色列官方的消息，讲有儿童甲红衣仔互哈马斯斩首这件代志，也呼吁媒体爱先尽查证的责任。On the Israeli allegations of killing civilians and beheading of babies, which were unethically and unprofessionally adopted by many Western media outlets, this is completely shame that these media outlets follow such lies and Israeli propaganda without making simple efforts to check the reality of these allegations.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日造访特拉维夫，并且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举行记者会，伊也被问到相关的问题。布林肯讲，纳坦雅胡向伊展示，红衣仔规身躯拢是穿空，士兵遭到斩首，少年人伫车内被娃娃烧死的这相片。So we did see photographs, videos t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shared with us. Some I think has actually already been seen in public media. Others were new to me, and I think new to our team. 另外一方面，13这天当时也是穆斯林例行的拜五祈祷日。哈马斯对伊斯兰信徒发布阿克萨大洪水世界圣战日的号召，呼吁全世界自由人民甲巴勒斯坦人斗阵动员起来，支持巴勒斯坦人追求正义、自由、独立、自治合法的权利。另外，境内犹太人口真侪，纽约市警方也唔敢忽视，地人真侪，也个文化场所拢加派警力来提升戒备。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以色列甲加沙走廊全部封锁起来，引起人道危机。联合国统计，加沙已经超过42万人有落无厝。世卫组织也要求讲，要拍开人道走廊，通好送物资入去。加沙的病院呢是有50个早产儿需要到户入去，有一个路透社驻加沙记者，伊的囡仔也伫12出世。看到这战争，遐尼侪人死亡，伊心肝头真复杂。加沙走廊唯一发电厂停电，暗时暗暝暝，敢若当听到一寡爆炸声甲火光。加沙地区差不多有230万人，以色列对加沙一直空袭，已经造成1500多人死亡。联合国表示，到12月为止，加沙已经有42万3000人有落无厝。WHO 秘书长谭德赛已经要求埃及，予加沙走廊唯一的通路一旦过，开辟人道走廊运送物资。I met President Al-Sisi of Egypt. And I asked him if he could help in transferring medical supplies through the Gaza crossing, the Rafah crossing, to help the Palestinians in Gaza, which he had agreed. And we need a corridor.
to provide medical services and so on. 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实施断水、断粮、断电的卫生封锁，医疗资源也得要用完啦。加沙的病院如惨惨，伤患一直入来。医师讲，若说电力完全中断，5分钟内就会发生灾难。尤其是病院内还有50个早产儿，需要挖去呼吸器帮助喘气。 الوقود المتبقي في المولدات في مجمع الشفاء الطبي لا تكاد تكفي إلى 3 إلى 4 أيام على أكبر تقدير. الآن نعمل في الأقسام الحساسة، أقسام غسيل الكلى، الحضانات، محطات توليد الأكسجين، العناية المركزة، أقسام العمليات، وما دون ذلك أخرجناهم من الطاقة. 路透社驻加沙的记者萨雷努12迎接家己的红衣啊，一面感觉真欢喜，一面嘛感慨战争带来伤害。 نعيش ظروف صعبة جدا خلال الحرب وتغطيتنا للحرب في قطاع غزة. طبعا هذا كان مش سهل علي لأنه أنا أغلب الفترة اللي فاتت كنت كل يوم معدل أصور جنازات وشهداء بشكل كبير. 以巴的冲突嘛，影响美国大学校园，包括进前哈佛大学甲12个哥伦比亚大学，拢发生支持以巴两边的学生囡仔对立甲呛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囡仔去互人骚扰。乔治城大学虽然举办酒暝活动，毋过拒绝媒体采访。亚利桑那大学是取消12个抗议活动。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 讲到美国和中国的军事沟通管道渐渐开放，中国有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出席10月底伫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不过，美国将有可能会由其他官员参与，奥斯汀是未去。路透社也指出，讲中共中央军委会委员刘振立有可能代替消息真久的李尚福来争做新的国防部长。中共有可能伫咧香山论坛举行进前来宣布。 美中最近是真积极在做高层的对话，军事沟通的管道嘛有回稳的感觉。路透社指出讲，北京已经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来参加第10届北京的香山论坛，表示讲有想要来改善关系。美国虽然会参加，但是奥斯汀未去中国，因为香山论坛顶届办是2019年，是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去参加的，嘛是参加过论坛内面战绩上悬的。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美中的军事讲道会长期原因，就是中国希望美国解除对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煞无结果。不过最近李尚福是疑似涉入贪污，已经6礼拜外无公开出来啊。路透社指出讲，中国中央军委会委员刘振立有可能来接。 路透社消息人士讲，北京上可能伫月底香山论坛举行进前，宣布让刘振立来接防长。今年59岁，刘振立是参加过两山战役，得到一定的战功。2021年6月，伊升入军事人员嘛升上将，目前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或者认为可能代表中国的防长决登去建功派。他们可能需要有一个就是够位阶而且有实战经验的这个人出来掌握国防部。 才压得住目前解放军里面的这种浮动的情绪。美中因为台湾等等的问题，情势愈来愈紧张。另外一方面，美国和罗西亚的关系嘛，因为乌克兰一直恶化。这当中，美国国会下党派战略态势委员会嘛发布报告，警告美国政府应该为着详时和中路开战做好准备，嘛建议美国扩张传统军力，强化人民，嘛应该伫亚洲和欧洲部署战术协务。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去年发布中国晶片出口禁令了后，互三爽、SK 海力士甲台积电1年时间免受限制。华资科日报指出讲，这三爽、SK 海力士小连续提到免受美国禁令的无限期延长，也风声讲美国要搁互台积电延长1年时间。经济部长王美花13证实讲，这台积电是有摕到豁免，那中国营运也是正常的。 另外，这拜登政府限制 AI 晶片出口到中国，也要考虑要禁止这中国企业透过到这海外子公司摕到美国的 AI 晶片。
美国持续封锁中国科技，去年下令中国晶片出口禁令了后，分别予三星、SK 海力士甲台积电1年的豁免，予中国工厂会当进口美国晶片制造设备，唔免美方批准。华尔街日报指出，包括三星、SK 海力士也甲进前，小连续拢有得到美国无限期延长豁免权。外界关心台积电敢有同款的态度，传出美方搁再予台积电1年的豁免。经济部长王美花13出来回应。台积电目前都是有得到美国的这个豁免哈，都有得到展延。那它在中国的这个营运也都很正常。王美花表示，台积电是国际级的公司，也就是营业秘密法保护。针对日本政府考虑为台积电的日本二厂建设，计划提供9000亿日元补助。台积电原来计划2027年生产6奈米晶片。王美花讲，台积电先进制程拢伫台湾。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培珍认为，无限期豁免甲同年电延豁免差不多。韩国大厂得到无限期豁免，不过因为美中科技伫对抗，无啥可能伫中国设新厂。有产业顾问是讲，业界对台积电敢得到1年豁免，感觉真意外。厂商对这个结果，其实对美方这样的决策真的很失望就是台积电那个去亚利桑那州做投资，他得到这样的回报。美中维持对抗的局面，外国媒体路透社是讲，拜登政府考虑禁止中国企业透过伫海外设子公司得到美国人工智慧晶片。专家是讲，美国要用新的做法，专门围堵中国。中国呢，它有估算，光这个买不到 AI 晶片，可能会让中国的那个东数西算的进程延后至少2-3年以上。好，那个资料中心的建设工程延后，当然就会阻碍了中国发展人工智慧。毋若限制 AI 晶片到中国，美方今年8月已经限制飞弹甲超微出口 AI 晶片予中东部分国家。专家是讲，美方多方面阻挡中国发展智慧经济，维持带头的地位。记者综合报道。明年大选伫要到啊，台北家家有一名受刑人争取伫咧家家投票，互这个选务机关拒绝，落尾提起行政诉讼，而且申请暂时处分。法院审理了后，裁准加处分，认定这选务机关伫官司有结果进前呢，要来到台北家家设投票所，才做头一站。法院裁准受刑人伫家家内面投票案例。中选会甲桃园市选委会表示会提出控告。不过民间团体是认为讲，或者个受刑人挺好投票，毋那是因的人权，也会当帮助因未来出狱了后回到社会。台北家家有一个姓林的受刑人在家，刑期也有8年外，想要参与明年的总统大选，所以争取投票权利。不过，互桃园市选委会拒绝，伊提出行政诉讼，而且申请加处分。法院12裁准暂时处分，爱选务机关伫诉讼确定进前，台北家家爱设投票所。若选举后，即使本案胜诉确定，选举权受侵害之结果已无法回复，有害于宪法保障民主原则与人民基本权利等情形，有防止重大损害及避免急迫危险之必要。裁定的理由除了认定被告胜诉的机会无低，而且有选举权却无法度投票，也行动互人剥削权利。就算按照现行法规，受刑人会挂出条件，包括爱伫家家超过3个月，而且行踪会善良，就会使申请出家家来投票。但是法院认为，只要是国民拢有选举权人的身份，虽然无符合挂出规定，也应该有投票权，不应该加限制。我们的选罢法并没有类似外国不在籍投票或者是所谓的缺席投票的制度，他进去投票的时候没有介护人员，他也不能够来携带这个械具，这样的情形在你的维安有没有问题？这是台湾司法头一个案例，法院允准受刑人伫家家投票的裁定案件。选务机关表示会提出控告，不过民间团体看法是无同。因为犯法的代志，伊都有规定讲袂使去做候选人，袂使去做公职。不过伊伫2005年刑法修正时，褫夺公权的一点甲迄个免投票这件代志，已经揢掉啊。我们当然就是希望受刑人，就是除了自由被剥夺之外，其他的权利就不应该被阻止。我们当然都是希望
这个见解，可以让大家重新思考受刑人投票权。根据统计，全台的受刑人有55000人左右，有我1成的人把户口刷到加角，即阵就有机会伫加角投票。伫美国、韩国这寡国家也已经有受刑人通投票的措施。民间团体认为受刑人投票是人权，也对因未来回来社会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30岁妈妈和伊6岁查某囝是相依为命。去年10月呢，伊就讲爱趁钱，烦恼讲这6岁查某囡仔会乱走，就用铁链甲伊的查某囝链伫咧一间内面。这一审法官的时阵，甲伊判刑3个月。高雄市社会局也要提醒讲，这6岁以下囡仔或者是需要特别看护囡仔，是袂当甲伊一个人留踮厝内面。若准有需求，会当找算点钟的领报。6岁查某囡仔互铁链绑掉咧，去年10月中，老母要出去工作，惊伊乱走，也出现特殊的行为，甲囡仔绑伫个浴间内底。经过大楼管理员协助，警方缉捕了后，甲人救出，也甲老母移送法办。法官认为老母行为可能造成这查某囡仔身心灵受到伤害，以成年人调工对儿童犯剥夺他人行动自由罪，判刑3个月，赔额1颗罚金。纵使是为了要管教被害人的不当行为，也应该用理性的方式，不能够仅因没有时间看顾被害人额外出工作，就用铁链将其困在浴室之内。一审法官认为老母承认犯行也无前科，考虑家庭这因素，判刑3个月。社会局伫司法了后，甲囡仔安置，裁处老母接受强制亲职的教育，即阵议员伫这边。对着有临时托育需求的家长，各用起有10个据点提供计算时间的托育，拢是专业合格托育的人员，若是有需求应申请。社会局提供计时的托育服务，有日间、夜间，还有24小时跨夜的不同形态的定点的计时的托育服务，鼓励家长。很累的时候不要太惊，然后来运用我们的托育服务，因为一方面也是提供给临托的托育人员一个工作机会。亲像前定区一个爱群定点托育中心，每一个时段至少会接收4个6个月到6岁以下囡仔。成职业妇的婚育这个工会也建议家长多多利用，因为若只有登记照护需要喘息一个，饲囡仔过程上款需要有2到3天。记者综合报道。中秋拄过，伫花莲的水尾所传出有规堆的油互倒伫田里，还有河川地，就民众翕到这倒文弹油的货车是随向浪费下。外界也质疑讲，唔摕去做加工，说是要倒掉，希望相关单位紧来查。为着要看清楚到底是谁伫田里倒正侪文弹油，民众特别开车挖紧用手机录证据，结果发现是随回向浪费的货车。另外，伫树林来路的两边，原来有发现正侪文弹油。农会的车来咯，农会的车嘛再进来要到了啦。这个果皮也都好好的。这果皮要削皮啊，要做加工都是没问题的啦这块地分别是有农业部到国产署用地，文弹油呢做安尼乌白弹，过几工一定会造成污染。公所随派员去稽查，各开款导单，嘛请水回向浪费解说是安怎安尼处理无效文弹。做肥料而已啊！我这2天我就要弄掉了嘛。有一些文弹油放置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萃取的这个萃油率并不高。那有农民向我们反映说，是不是可以提供来做一些有机堆肥的部分？农友请到的部分那我们农会并没有办法去实际的去查核。不过，不管要做肥还是农产品，依法拢袂使亲像安尼无经过处理，直接等伫遐要做肥。数量已经有20-30栋。环保局介入调查了后，要求不管是农会还是农民，必须立刻清除。环科园区这边有高效能处理机，那如果量很大的话，其实像事业单位的厨余，它也是可以运送到外县市的生质能中心。若是外界质疑农业部当年拢有补助无效的文弹处理经费，对这在志农会解说补助是干加工的部分，并无企划项目。今年水乡文弹无效量差不多900吨，目前拢还搁咧加工。县政府是讲会加强稽查甲辅导。记者综合报道。俄战争害乌克兰有600多万人离开家乡，要到500万人有落无厝。虽然因为时间一个久，这国际关心是愈来愈少，不过当地也是有台湾青年伫遐做人道救援。明仔载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特别带大家来看战争，教互咱台湾青年会晓得什么款的代志。战争爆发了后，在乌克兰境内，空袭警报随时拢有可能会弹起来。全国会当讲是无一个安全的所在。
真侪居民的家园受到攻击，敢来当早去境内其他相对较平静的所在，或者是离开国家变做是境外难民。为台湾来王南英，原底是伫乌克兰读博士，开战了后伊并无离开，是留伫乌克兰投入难民救援的工作，去帮互罗西亚军轰占领的所在发物资。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基辅很远，然后离绝望很近。伫乌克兰南部的城市赫尔松，这个前线庄仔头，因为捌去罗西亚占领半年，四界拢有火烧的痕迹，有95%拢已经乌有去。虽然已经修复要1年，不过对这居民来讲，有关是一场噩梦。Ми вийшли з неї на підконтрольну Україні територію. Але дуже багато моїх знайомих, над якими знущалися, деяких катували, деякі взагалі не вижили. Були розстріляні або розірвані від снарядів, які прилітали точно в ціль, куди їх посилали.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23年6月份的统计，乌克兰境内有路无厝的人超过500万人。为了安大这个无厝通住的人，伫西部的 Lviv， 一个由欧洲各国出境废弃造的社区，或者会离开故乡避战火的人，会当有一个安大生活的所在。Зараз живе 954 людини. В цілому воно може розміщуватись 1408 людей. Але якщо ви дозволите, я продовжу. Тобто тут є найбільш зараз представників, це є Запорізька область, Луганська область, Харківська, Херсонська. 从巴赫穆特撤离来的一个难民家庭，我之前问他们有什么梦想，那个难民家庭跟我说，他们的梦想就是明天不要再露宿街头，明天只要还有一口饭可以吃就好了。无平静的时代，看无未来的日子，乌克兰的百姓拄着啊，嘛敢若会当行一步算一步，先安踏家己的生活，豆豆整理破碎的家园，再过来想看卖，接落来要安怎行？记者吴建武、林建如，乌克兰采访报道。来看2024年总统大选的新闻，即国民党侯友宜是连续2天去到嘉义县发表重要政策，针对拜六要举行的南北合会前会，强调在野团结。那郭文哲竞选办公室也强调讲，会伫咧辩论和民调等原则之下，希望有初步共识。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今仔日是公布分化政策，针对着南北合，赖清德是强调输甲赢上界大的关键是伫咧家己，无要评论别人。这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仔是去到新北市的中和缅甸街，争取正人的支持。祝总统无限的祝福。一个含高调的艺文界领袖金美拜，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第5场国政记者会，提出文化政策宣示2个承诺，每一年度全力含继续提悬文化预算和下领域的文化治理，而且举8项主张，达成文化永续世界台湾的目标。但我嘛是关心伊对南北合的看法。对在野党的活动，我们是不便评论啦。不过每一场选举通通都一样，输赢决定最大的关键是在自己。侯阵营对你提出3问，我们不可能期待侯友宜夸奖我嘛。如果这样想的话，应该就可以平常心看待啊。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是连续2天，登去过伊的家乡嘉义县，拜访护理之家，嘛当场发表长照政策，提出3个主张，包括开办长照保险，互病医统一来请看护，和发重度失能家庭照顾者津贴每个月5000等等。对拜六就要开始的南北合会前会，伊个话话讲在野爱团结。希望团结了在野的所有的力量，不管是哪一个党籍，甚至无党无派，大家都当团结起来做伙，下架贪腐无能的民进党。我们希望能够基于公共辩论、公开透明，还有公正民调这个3公的方向，那我们希望说真的能够谈出一些比较具体的内容来。郭文哲办公室强调讲，希望会中双方会当加平静，才有诚意来讨论出具体的内容。国际充电处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是第一面采讲家己去新北市中和的缅甸街，承诺讲若当选总统会拍拼推动缅华文化，保障缅华的工作权益。伊的拍档罗贝夏是去到领袖讲座来发表演讲。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凤山有一名无党籍的里长受到简体字的信息，邀请伊去到中国病院进行交流，也讲去到遐全部的费用因拢会处理。在地机关就认为讲，这是中国想要对基层来下手开始统战。不过国民党机关是认为讲，安尼解读伤过头啊，甚至爱尊重这里长有法度去判断无。但是4号暗时收到的简讯，高雄凤山区这位无党籍的里长带一个，因为唔是问里面的服务，是邀请伊去中国民营病院交流。上特别的是，佮写着专程报销各种费用。艺人一样，要不要选择去大陆赚人民币，还是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就各有各的想法。里长笑讲，家己奖赏嘛，甲其他的里长同款，互人邀请。但台湾基进党的议员所烦恼，这是中国的统战工课，想要甲手村甲基层，企图要影响到总统大选，也是基层的选举。那从这个民众踢爆的截图当中，包含我在市政质询当中揭露的截图，有提到，他的指定目标就是找蓝的以及无党的里长，食衣住行啊，全部都会完全包含在里面。然后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竞赛交流的方式哈，然后来去收买笼络人心啊。毛民进党议员发言，运动嘛，互当作是统战邀约的方式，呼吁里长就要注意。不过国民党议员有无同款的看法？伊认为两岸交流互动本来就真正常，唔免什么代志拢当作是统战。我觉得没有必要逢中必反。那里长就是您选的，依法本来就不需要去申报这一些。私底下的交流其实是不分中国的，像日本的政府，我们也常常进行半官方的交流。看你用什么政治立场来解释这件事情，来看待这件事情。台北市长之前去上海什么论坛的那个，你要说是统战吗？其实也不一定，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吧。要回侨台到中国旅游，敢有算统战？民众的看法无同款。不过大选要到啊，高雄愈来愈侪里长收到相关的消息，嘛难免会引起着政治的联想。记者王刘婷、陈hen坤个报道。国民党籍的婚姻关系长沈宗良涉嫌向达德能源公司提2000万，婚姻地检署依照贪污等罪嫌起诉。伊今仔日主持关议会大会当中宣布辞掉议长职务，议会也依法伫1个月内补选议长。112年10月13日开始辞去议长的职务。他主持婚姻关议会定期大会，宣布失去议长这职务，因为牵涉贪污案件，伤值2000万。婚姻关议长沈宗良7月被起诉时，缴回犯罪所得。也讲一审判决进程的清醒议长，希望借此得到更加公平的审判。可以让法院那边斟酌考量，比较不会有，因为我是议长的身份所以说我今天辞掉议长，纯粹是我人生的规划。因为达德能源公司想要伫婚姻推动风力发电厂案件，经由乌西国民党籍的婚姻关议长沈宗良，希望以修改地方自治条例方式加速这申请案。当时官民也到石冈中的风电厂抗议，要求停工。我现在依然还是议员的身份，所以说我还是会配合各位议员，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来监督县政府。议长以大局考量，然后以各方面的这个非常缜密的这个思维能够以大局为重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们非常的不舍包含县长张立先等人对议长请示感觉唔甘，要议员甲沈宗良抹掉咧。因为沈宗良已经连任3届议长，第3届议长就任也未满1年，辞职了后，议员有议员的身份，关议会依法伫1个月内补选议长。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解决国内中小企业买无绿电的问题，台电头一届要做卖少量绿电的试办计划，由台电家己企业再生能源案厂台南盐田供电，也个彰滨供电，拨出5000万度绿电，分做2阶段来卖。后面碳边境调整机制，这个月开始试办，一寡中小企业因应净零碳排国际压力，想要买绿电煞买无。台电改变较早无对外卖的模式，头一届推出小额绿电销售试办计划，提供有级别性、用电量细的中小企业得到绿电，让企业开始习惯，而且能够做自己这样子相关的安排是有必要的。那尤其是我们使用的用电的模式，跟再生能源发电的模式要怎么匹配，其实它也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
经济部表示，绿电对出口产业来讲已经变正需要，借由小额绿电销售试办计划，和再生能源买卖收入。台电表示，小额绿电销售拢总要卖5000万度绿电，伫标准检验局的绿电平台销售。今年年底决标，明年销售转供应。再生能源电力案场主要是伫台电家己起的台南盐田供电加中滨供电。小额绿电商品组合分做1万度甲5万度两种电量，契约分做1年期、3年期甲5年期，拢总有6种商品有计销权的得标。不过为了维持公平，限定一个电号才会当得标一个商品。小价绿电无适得标，计销权的得标，外界的关心竞标价敢会比市场的行情较悬。台电释放出来绿电标售价格都会随着民营绿电平台的价格去做波动，不会差太远。专家认为，台电卖小价绿电限定第一阶段得标的企业，袂用再参加第二阶段竞标，会当预防大企业颠覆路标，加少数民间有心人士抢标，各用官价来卖。不过未来中小企业面临能源转型，以现阶段台电要卖绿电，恐惊无够支持未来绿电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市中水路内有一条巷仔内面呢，有一个家属业者要设一个家属督巡场，不过附近的民众是真反对。彰化县政府和业者的官司也打4年，落尾最高行政法院判业者胜诉，即业者最近要复工了。消防局伫今仔日呢到现场举办防灾演练，不过居民却是真不满，批评县政府伫替业者背书，甚至是情绪真激动，甲这县长王惠美围起来。你含本人也无来，是无来哪对不？啊，你替背书嘛？我社会上甲你当地无？演练，阮会先演练。彰化市中水路207巷有家属业者要来设一化石油气的收矿场，农夫13办救灾演练，但是当地民众一开始就包围彰化县长王惠美，质疑官方替业者在挂保证。那救灾人员在接近喷火钢瓶时，会持续用水雾降温。演习无记家属更灌漏涉气泵引起火灾，消防人员随救灾甲火拍花。县府讲，这个建案2017年的时阵发建造，而且通过消防导刷的审查，但是因为使用含关核准项目不符合，下令天工保证定数，建议家属业者不服提起行政诉讼。2002年最高行政法院是判决县府败诉，业者会当继续起设施。王惠美表示无奈，讲立场含乡亲共款，但民众认为演练只是形式尔。是迄做样子啦吼，因为你若正经发生代志来，就是拢伊迄落啊，无当咱签注册传迄1、2点钟，1、2点钟烧完去啊。伊直都对所有四周围啊都采伫中啦，啊所以厝边大家拢就是会惊啊。附近民众的安全的这一部分呢，也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除了办理在抢救的一个演练以外，那我们另外呼吁我们业者能够另寻更适当的一个地点来设置。县府强调，目前会监督这个液化石油气的收矿场，敢会当抗加速更悬，未当灌加速，嘛好业者另外找其他所在坑，化解地方的疑虑。民众是要求业者迁场，无因无摆都会继续抗争。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要试办奥多摆伫路口会当直接倒滑，这个月2八要来实行咯。目前中西区中正路和府前路总共有31个路口要试办，而且这奥多摆会当徛伫咧内线车道，到路口会当直接倒滑。有真侪民众是真期待，不过也是有人认为讲，也袂尽管是而且车遐尼济，可能会较危险。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到府前路临近孔庙顶景点，车流量袂少。奥多摆技术是按照规定两段式的倒滑，不过28号开始，路口将要试办奥多摆直接会当倒滑，路线嘛已经排定，总共有31个路口。要改变长久以来的用路习惯，有人真期待，但是有的奥多摆技术说嘛烦恼，搁较危险。对向的车过来，如果还是直接转的话，还蛮容易被撞的。车子很多就觉得很危险啊，我还是觉得带转比较安全。你在那边带转过不去，你也是要停在中间啊。我感觉先伫遐规划了真好，因为咱拄要转换，应该会真正有的人不适应，然后做清楚，你就是对咧后边安尼对咧弯，袂有即个个安尼个即个角角安尼。其实市府要推动奥多摆路口会当直接倒弯，主要就是因单线两车道的路段。如果若是限缩了奥多摆，只会使骑外行车道，是真容易甲公车甲路边停车的车辆互相卡着，压缩了奥多摆技术的用路空间。为了开放奥多摆会当行内车道，就一定要开放奥多摆伫路口会当直接倒弯。
它其实受到外侧的一个外围的压迫，包含我们一些路边停车，然后公车停靠有一些干扰的一些因素。那因为台南是一些巷弄就是说也会比较狭小，所以说我们是有在检视这样的一个计划，让我们的一个内侧车道能够让我们的一个机车行驶进来。试办期间开放乌托邦会当行来车道，以及路口直接倒弯，但是嘛保留民众习惯的两段式的倒弯带转区，要让民众一步一步来适应。这为期6个月的测试，市府除了强调会加强宣导，嘛会滚动式的检讨试办的成效。记者郑云台报道。宜兰头城清芬路2段呢13早起有一个85岁阿婆，伊真有可能是撞过车路，互一台拄青灯来驶电动的拖拉机当场搞死。一个驾驶佫滴唔知继续驶，警方找到人的时阵，司机佫讲伊唔知去弄着人，目前先甲这嫌犯移送法办。一个负责人因为青灯伫要变红灯，无行路口，直接窜过台九线车路，去互青灯带起步的大货车弄着，当场死亡。大货车驾驶事后无停落，直接离开。现场看到民众是讲，当时有听到哭哭的声音，出来看到老负责人倒伫涂骹。然后突然他开走之后，我就听到怎么扣扣扣的声音，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阿嬷就躺在那边，已经下半身不见，然后尸体就已经分尸了啊。警方初步调查，这件车祸发生伫13早起5点37分，头城镇清芬路2段出名的阿婆长阿饼路口，85岁姓林地负责人去附近国小运动线，按算去台九线对面的早餐店食早顿，因为路口行人灯号为青灯变红灯，所以直接为一间牛肉面店窜过车路。要为分隔道中央窜过车路，说好本来伫个内线车道等红灯带起步的大货车交过。到事故现场会当看到涂骹流真长的脸台痕，警方由封锁线封闭车道调查，暂时开放单线通行。该董姓驾驶不晓得发生交通事故而逃逸，经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查知该肇事车辆，经通知到场查验车辆，并实施酒测酒测值为0。警方表示，专案以监视器找到大货车当场查扣，驾驶讲唔知去弄着人，唔才离开。依照肇事逃走这个罪嫌上班，详细肇事原因都要搁查清楚。警方呼吁行人窜过车路，应该要行行人穿越道，而且尽量闪开先挖大货车看袂到的所在，才会当保障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提升水源的自给率，金门县政府向中央提出金沙溪人工湖工程计划，甲无摕咧用的鱼温也个建备池摕来低正水。不过，这款的做法确实会影响到水滩等野生动物的生态。县政府有关是伫咧11月要发包施工，在地团体就伫咧烦恼讲，这对这生态会造成真大影响，也呼吁讲就要重新检讨。看起来真古水的欧亚水塔，歇伫金门，为了提高当地水源自给的比率，县府推动金沙溪人工湖建设方案，要甲7个无咧用的鱼温也有建备池改做淡水池，而且嘛向中央申请5.49亿的经费。在地团体烦恼包括引水甲保环的工程，恐惊互水塔的生态地受到严重的破坏。工程做下去了以后，它里面会像万里长城一样筑了好几条的这样子的引排水的这个渠道，在这个基地里面造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切割的效应就不会消失。在地居民也质疑讲，过去就发生起伫海边的下污水库，才拄启用无偌久就变伤咸，惊即摆的工程会犯同款的错误。只要遇到一次的大潮或者是海水倒灌，那这个人工池里面的水就会盐化，无法使用。立委洪新汉也讲，金门县政府无顾生态调查的结果，有关以原地案件去上审，要求主管机关水利署表态。它的保护应该是不能因为有任何的公共工程的兴建而受到伤害。这个案子会先暂缓办理。水利署表示，这个案件是为着要解决自有水源无够的问题，也有金沙地区伫大雨大涝的时阵有淹水的问题，会协助金门县政府找到兼顾设备甲生态的方案，也会邀请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单位来帮助拍通水路，卖互水塔的生态地受到破坏。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沿海养殖的工课内面，全美角，为了要互民众会当用台语学习的角度来认识这个行业，各机关举办台语季，用这功夫到处做主题举办工作坊，互民众透过台语教学来认识一寡行业。所以神经线伫遮，如果你这时阵你甲手碰怎么吃？伊安尼跳你就叫错掉啊！
哦，差点嘛无要紧，甲会接出来。饲虾仔渔民分享拣虾仔的时阵爱注意的美感，佮带大家来体验饲虾仔的工课。家己馆举办的台语季，透过工作坊的活动，让大家用台语来认捌无共的产业。会使互阮熟悉饲虾仔，会使教阮安怎拣虾仔，啊，佮有掠虾仔，会使互我看到虾仔的生理结构。拣的时阵爱摕伊的虾壳的虾壳后壁伊的迄个虾壳较袂受伤，啊，展开爱有弹性，安尼较好。人讲我山食山，我海食海，每一道拢有每一道的功夫、美感甲艰难。家己馆举办的台语季，就用功夫教厝做主题，举办工作坊，甲家己馆沿海生态养殖的业者合作，甲民众台语讲甲海产食品安全的观念。啊，像即马即个活动有无？像阮小儿子都问我做者，哦，伊咧讲啥物？啊，我甲讲伊咧讲啥物？其实真正袂歹。啊，准备的课程主要是介绍讲互咱在地养殖业，哦，关于这生态养殖的部分啦，甲传统的养殖有啥物无共款？业者讲，养殖产业当中有诚侪无共的经营方式，透过即届台语课程，顺续甲民众互相交流，若分享养殖业的台语思维，嘛互民众会当更较认捌在地产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甲21个人权绘本相关工作者因相关的经验写做一本册，成做一本工具册，会当提供予有意愿参与人权绘本创作的人，成做一个参考的模范。显白的色水、古水的图样，以简单的方式，用台文认捌日本时代医师赖和的历史故事，甲伊的人道精神。赖和出世是伫个日本占领台湾的前一年嘛，爱伫个日本战败的前一年就过身。啊，伊的一生差不多就是日本统治台湾的50年。伊是诗人，是文学家，吼写小说的，啊嘛是医生，啊嘛是社会运动者。这本两匹喙手医生赖和台文绘本，是黄玉琴开3年的时间收集资料，研究赖和的一生才完成的绘本。伊讲资料整理是创作绘本当中真重要的部分。赖和先生伊的资料算是侪，不过讲起来，无像讲外国拢有较侪讲，像讲有影片啦，啊有足侪传记啦，吼，有啥物会试过去捡，安尼慢慢捡，啊捡了后资料足侪，啊搁。那想讲要哪剪裁？国家人权博物馆邀请21个作家、画家、编辑这寡资深绘本工作者，甲亲像黄玉琴这寡人创作绘本的过程甲美感写做一本工具册，互未来要创作人权绘本的人通做参考。另外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说，要怎么样用多元的形式，去把人权的价值跟理念能够推广出去。绘本我很容易看，可是他那个创作过程可能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去沟通。人权馆表示，因透过绘本工作坊这寡方式推广人权绘本已经真侪年，现在是也望透过这本工具册，通吸引更较侪人踏入人权绘本的世界，互囡仔通以多元的方式了解社会甲台湾本土的故事。记者关长随新北报道。世界各地头拢出现 AI 主播，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也打造一个 AI 主播，叫做艾雅婷。头一摆伫咧高雄的台湾文化科技大会和大家见面，并且会当当面甲伊互动。可以这样问吗？你对台湾未来的政治走向有什么看法？这样的问题比较能够引导出多元的讨论。我个人倾向于尊重各种意见。荧幕当中的主播，伊叫做艾雅婷，外观亲像真人共款，动作甲讲话嘛真流利。这是台湾人工智慧实验室打造 AI 主播，第一摆伫台湾文化科技大会甲大家见面，并且会当问问题 ，AI 主播拢会当回答。AI 技术是真神奇，不过有民众也是较介意真人的报新闻，感觉较有认真味。我会觉得是真人主播，因为其实 AI 的话，其实听得出来，它其实有一些口音或是什么的，那个都会有一些不自然的地方，所以其实还是因为像主播有一些，他们可能还是要就是真的去训练过。我感觉是真人的，我感觉是安尼啊，有。若是报新闻，那是真人较好啊。AI 主播已经真做今年台湾文化科技大会大名称，包括高雄在地知识，也是展览有啥物好耍，等等各种问题 ，AI 主播拢会晓回答，嘛会晓讲各个言语。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真正的一个主播，或者没有一个真正的主播台，以及这个对话，其实从头到尾的互动都是
你能及时跟这个主播的做这种语音的这个对话。伫展览当中，除了有 AI 主播会当互动，阁有 AI 帮手念名评，也阁有 AI 你的名，民众会当用讲的 AI 技术会念面将你的笔迹来写作诗，嘛会当带你去想要去任何所在，互民众体验嘛见证台湾伫 AI 科技进步。记者张义辉、区朝阳高雄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21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21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2度到29度。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